所必办，耶稣过来的时阵的暑假，我们先听一次哦。来，第一节。约旦河边约翰光面，救主临告别君目前，拿着来听这好消息，是对万王的王来的。再一遍，第一节，好，这条。咱较无熟，搁一遍来。第一节，再一次哦，约旦河边约翰光面，救主临告别君目前，拿着来听这好消息，是对万王的王来的。这样可以吗？好，我们唱第二节，来。第二节。那人心肝着水清气，道路修的好主欢喜，当定心内必办所在，一大人体吃买入来。第三节。愿主你是一大拯救，愿你保护到大保守。若无主愿接照我，那会下去领比归途。第四节，求你春秋甲我以后。第五节咯，我路行行放下座位，甘愿讲世界救人类。我路情我也归天父，也归诚信难为一体。好，咱过来看101首，来看。先看迄落，看一下。先看143。先看143。143，今仔日是大港节第3主日，圣诞节就要到所以咱用欢喜的心来迎接主的过来来143，请来看第1节。第一节，请来，请来，马瑞丽，救赎以色列前行哩，以受千刷是只相信，也通。
啉第二站。车来车来呀，西军旗，头放撒旦手拉白丝，请求你开地个面试，拖出希望阮无胜利，欢喜欢喜，伊马瑞利以色列拉主位来临。第三站，请来请来代笔所示，稳定的马为咱大开，土地的路为咱开拓，断绝是生活快乐。欢喜欢喜，以马内利以色列拉主位来临。咱来看101首，101首。咱伫这12月其实是足欢喜的日子吼，尤其咱今年县政府出资金，互咱来办足济圣诞节的活动吼。伫罗东、圆山、宜兰市县政府拢有足大的活动，咱大家兄弟若时间拢会当去参与吼。这是上帝互咱的真大的恩典吼。我们来看101首，大家大欢喜，学老来吟诗。这是韩德尔一个曲子吼，很有名的曲子吼。用欢喜的心来吟诗。大家大欢喜，学老来吟诗，顺下的将路主的情悲诗，天顶一大人群，好变我的主，只是坐伫座位，讲恁嘅威仪，大家大欢喜，学老来吟诗，顺下的情路主的情悲诗。第二站，台北行日，大大有福气，好山啊好山啊，大比例好的，咱主早所立誓，天理的祖家，只是已经应验到万世。台北行日，大大有福气，好山啊好山啊，台比例好的。第三站，大家来领钱，学老主上帝，好山啊好山啊，台比例好的，人民宝座威严，阳光归天白，对面和平稳定，高登高万世，大家来领钱，学老主上帝，好山啊好山啊，台比例好的。请咱闭办咱的心来敬拜上帝。记得戴口罩哦。
各位兄弟平安，做礼拜要开始，请有早行动电话的请关机。为什么要点这三支蜡烛？第一支蜡烛提醒咱上帝头放甲房产的愿望。大家来咧。第二支提醒咱弥赛亚得要来临的愿望。第三支提醒咱玛利亚等待耶稣降生的愿望。全地就向耶和华出欢喜的声，恁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唱歌来到伊的面前。恁着知耶和华是上帝，咱是伊创造的，咱是伊的，咱是伊的百姓，也是伊草场的羊。着用感谢入伊的门，用懊恼入伊的院，着感谢伊，懊恼伊的名，因为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实到万世代。即时，请咱同齐来吟诗阿罗上帝，圣诗第101首，圣诗第101首，大家大欢喜，阿罗来吟诗，请起立，咱来吟全首。
请咱犹原徛伫，同心用四道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大士囝，咱的主，伊为圣神投胎，对在圣母玛利亚出世，伫本场壁倒人来受苦，顶十架死埋葬地母，第二日就以闪中过外，就天打坐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领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会国我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是咱同心来启用，启用文第32，启用文第32，也是以赛亚书第11。对亚瑟的树头必发一根印，耶和华的神要点伫第一。计划甲能力的神，伊要掠敬畏耶和华最欢喜。伊毋是凭目睭所看见的来审判，伊要用公义审判善良人，用喙中的拐拍世界。公义要做伊的腰带，豺狼要甲绵羊仔三角大，牛仔甲细只狮甲肥的精生，牛甲熊要三角只。食冷的囡仔要佚佗你恶蛇的空口，伫我的圣山下遍地，因为日捌耶和华的灾捌要充满地上。这是咱来学罗上帝圣诗第143首，圣诗第143首，请来，以马内利，请起立，咱来吟全首。
请坐。这时我们低头一起来祷告。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你是自有永有的神，你是南洋教会一切生命的源头。你所做的功是何等奇妙可畏！虽然人类犯了罪，让万物都陷入被毁灭的危机，但是因着你的爱，使世上一切受造的都在你伟大的救赎计划里。从亚伯拉罕、摩西和圣经中许多信仰的人物身上，我们更看见你是信实的神。为此，我们相信，无论在任何的境况当中，你都必与我们同在。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使我们得着救赎的恩典，让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降生、受苦、复活而得到盼望。我们愿意相信并活出信心的生活，坚定不移地奔跑这条成圣的路。主上帝，我们将教会事工摆在你的面前。虽然疫情的影响，但让教会在今年当中突破思维，成立了影音小组，透过网络凝聚爱主的弟兄姐妹，更能将大家的心聚在一起。求你让我们南洋教会的会友充满信心，委身在教会的事工，不要惧怕，不用担心，因为主耶稣基督掌管着南洋教会和全世界的前途。也为各团契选出明年的干部来感谢你，求主带领。更会在12月19日，宜兰市晚上的圣诞晚会及12月25、26在宜兰县政府一起为圣诞游行及晚会来感谢你。而南洋教会在今年已启动了社区事工协会的筹组，即为明年新增国语礼拜的意义来摆上。然而在代降节中，我们再次审视耶稣基督的降世为人是上帝伟大的信实作为。愿主耶稣基督教导南洋教会，也教导长老执事及各团契同工，在信心里刚强，将归荣耀给上帝。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派你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向我们启示你自己，你的爱和这份爱是为我们成就的救恩。也谢谢你赐下圣灵保惠师在我们当中，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祈求圣灵充满南洋教会，医治弟兄姐妹在捆绑中受伤的灵，让南洋教会能活出你的爱和你的教导，让所有的信徒能像耶稣基督一样为天父而活。愿南洋教会每一个人因着信耶稣基督而行出信心美好的见证。愿主耶稣基督丰盛的恩惠，天父上帝丰富的慈爱，充满着林耀兴牧师同在。透过林耀兴牧师的口传扬真道，与领受上帝话语，并愿意归主为圣，跟随主脚步的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这是咱来领受上帝话，记载的约翰福音1章6至8节及19到28节。约翰福音1章6至8节及19到28节。我用和合本修订本来念。有一个人是从上帝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是为了做见证，是为了那光做见证，要使众人借着他而信。他不是那光，而是要为那光做见证。这是约翰的见证。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去，问他：“你是谁？”他就承认，并不隐瞒，承认说：“我不是基督。”他们又问他：“那么你是谁？是以利亚吗？”他说：“我不是。”“是那位先知吗？”他回答：“不是。”于是他们对他说：“你到底是谁？好让我们回复差我们来的人。你说你自己是谁？”
他说：“我就是那在旷野呼喊的声音，修直主的道。”正如以赛亚先知所说的，那些人是法利赛人差来的，他们就问他：“你既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亚，也不是那位先知，那么你为什么施洗呢？”约翰回答：“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这些事发生在约旦河东边的伯大尼，约翰施洗的地方。以上，愿上帝话成为我们的智慧与帮助。这时，咱来请青少年团体来学习上帝。要念的诗歌是能不能？愿一切无落的歌声，抓做芳芳的祭，得到上帝面前，得到主的欢喜甲降压。这是请林耀新牧师来讲道，要分享的题目是在旷野呼喊报好消息。来位兄弟平安。咱头拄青少年团体带咱唱的诗歌叫做《能不能》。伫咧即个诗歌内底，伊讲到一个真要紧的，也是咱伫咧即个中间，会通好来好好去亲像的。我毋知恁伫咧听即条诗歌的时阵，恁怎样去想着即条诗歌到底咧讲啥物话？当咱伫咧唱即条诗歌的时阵，检查咱会通看见着即条诗歌内面有一句，伊讲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我毋知咱当听到即句话时，你会去想到圣经内面有讲到
类似的经文，是啥物人来对啥物人讲类似的话？就是彼得耶稣的学生彼得、雅各，因有甲着耶稣去到伫即个克西马尼园的所在，伊伫迄个所在伫遐因伫遐安尼，伊讲夫子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伊毋是克西马尼园，是伫咧山顶对，伫咧山顶的时阵，伊讲夫子啊，我们在这里真好我迄个时阵有啥物货？因看见着摩西、以利亚甲耶稣伫遐咧对话。伊讲我们在这里真好。毋过后来有天顶的声音对讲安那，这是我的爱子恁着爱听因的话佫上主要是耶稣，伊无因为安尼甲因讲咱着伫咧山顶乃是咱要落去所以伫咧即条诗歌，当咱伫咧有当时咱伫咧咱的教会内面也好，甚至伫咧真侪所在，咱会感觉讲咱伫即个所在真正好，但是咧，咱佫较需要是啥？爱亲像咱今仔经文内面所讲见的，就是咱应该真做甲亲像即个加西约翰共款，伊伫遐欢喜。行去到伫旷野的所在，伫遐来宣扬主的福音。即是咱先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满心感谢你。主，你搁一摆呼召阮来到伫主你的殿宇。主，阮伫遮毋是干那伫遮安尼真欢喜，阮诚做主你的学生，诚做主你上帝国度内面的一份子，阮就来心满意足。主，阮乃是要。伫即个所在，领受对主你来的话语，以及对你领受对你天顶来的快乐。主，阮要行出去，互侪侪人，因为阮所对你所领受迄个要紧的使命，来人传主你即个要紧的福音，就来互侪侪人，因的性命要来得到改变，也要互因的性命来甲主你相拄，互因。会通甲阮共款，诚做主你上帝国度内面的一份子。但愿你的话，即时来运行伫阮的会中，来对阮每一个人讲话，互阮所领受的，真正阮会通照安尼来行出来。阮毋是干那将主你的话安尼藏伫阮的心内，结果阮无结果子，乃是阮要结出侪侪主你爱阮结出的圣神的果子，互侪侪人因为阮。因的性命得到改变，因的性命要得到领受对你上帝天顶来的祝福。感谢耶稣，学了耶稣，祈祷靠着所叫的圣名，阿门。咱今仔日所领受的这段经文真要紧，这是伫咧四福音内面一个真特别的也是咱伫咧咱会用来去好好来去深想的，就是伫咧对旧约。一直要安尼进入伫咧新约的时阵，差不多约了有差不多400年的时间。上帝无照着这个先知来即个世界来讲话。伫咧即个时期，以色列人安尼受到外族的即个统治。迄个咱讲迄个圣殿的崇拜嘛无照起工来做。即段时期内面，犹太人佫较侪是安怎？是伫咧即个会堂内面伫遐接受迄个信仰的培养。伫咧因伫咧接受即个伫咧会堂内面接受即个信仰的培养，迄个责任就落伫咧即个法利赛人甲着遮个经学士、文士的即个手中。但是嘛，因为无有上帝的话领教，离到犹太人的信仰就哪来哪安尼。咱讲哪来哪僵化信仰越来越僵化，因的信仰哪来哪安尼讲，咱讲的讲叫做教条化，也就是讲因只干那遵守着迄个律法的迄个条文，但是咧却无法度实践迄个律法内面所要安尼所要传达的迄个精神甲伊迄个意义。所以这个时阵，上帝找一个人。来为伊来做见证，这个人就是加西的约翰。
也是咱今仔日伫咱今仔日的即个经文内面的即个主角，伊真做上帝迄个道成肉体，临到即个世间，迄个进前的迄个开路先锋，来为着主备万道路。所以就亲像伫咧以赛亚书内面所讲的，讲有声音伫遐安怎？伊伫遐安尼，有声音来，咱同齐来念这段迄个经文，来，有声音呼喊着，要在旷野为耶和华预备道路，在沙漠为我们的上帝修直大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陡峭的要变为平坦，崎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能显现，因血气虚的都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伫这个所在，伫遐讲有伫旷野避万摇花的路，伫沙漠地修平咱的上帝大路。加西约翰伫这个所在，伊伫遐讲，我就是迄个伫咧旷野的迄个声音。伫遐咧讲讲修直主的路，伊是迄个耶稣基督的迄个先锋者，所以。听说约翰，伊伫咧即个世间内面，伊一个真要紧的使命，甲伊的咱讲伊的身份也好，讲伊的职分也好，就是啥为主伫咧中间来伫遐来做见证，互众人安尼对伊来安尼迄个信对伊来信过来，但是伊讲讲伊毋是迄个光讲伊毋是迄个光。伊伫迄个所在，伫约翰福音内面，咱若注意看，伊伫遐讲为着光来做见证，即个光是指着耶稣基督，为着耶稣基督来做见证。安尼为着耶稣基督来做见证的，其实咱若对圣经来看，毋若是干行说约翰安尼定，佫有上帝伊家己本身。也佫有圣神，以及耶稣的侪门徒，甲着众人为着耶稣来做见证。伊到包括着一个撒玛利亚的即个妇人人，以及规本的即个旧约的圣经，拢伫遐咧见证着耶稣基督。因伫遐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伫遐什么款的目标？就是伫迄个所在，伫遐来见证讲要互迄个众人对。即个见证者来信，要信啥物货？信耶稣基督是迄个上帝囝。所以伫咧迄所在咱就对安尼，咱就通知影，迄个行说约翰，伊伫咧即个世间一个真主要、真要紧的目的，就是互人对照着伊来信，佫是信耶稣基督是上帝囝。但是伫咧迄个行说约翰伫咧讲即段话，伊进前其实迄当阵耶稣也未临到，也搁伫咧要遮多要就近伊安尼念。所以因伫咧迄个中间即个犹太教或者宗教人士，因就来安尼就近迄个行说约翰，因伫遐安尼伫遐来对约翰行说约翰来伫遐问，为什么？犹太即个宗教人士，伊伫迄个所在，伫遐要来安尼误认耶稣，迄个行说约翰是基督。伫咧迄个所在咱若对规个四福音，咱来看，咱就通知影。行说约翰伫咧即个规即个四福音的即个内面伊会通讲占了一个真重要的即个地位。伫咧《路加福音》内面有记载着即个行说约翰伊的出世，伊是出世伫咧即个祭司的即个家庭的内面。伊的老爸撒加利亚是一位祭司，伊的老母伊丽莎白甲着伊的耶稣的老母玛利亚是啥？是亲情。行说约翰比耶稣较大几个月通讲是耶稣的表兄。上重要是，连当时即个希律王嘛敬畏即个行说约翰3分，
因为加西约翰伫咧即个民间的迄个声望，吼，伊的声望一直甲伊的迄个对人所讲的话，迄个感化的迄个气力非常的大，所以百事基泰加西约翰安尼就是因所等待迄个弥赛亚，也就是基督本身。佮即个基督就是即个弥赛亚，对伫当时时的犹太人讲，会通讲是政治性的，也就是讲因期待即个弥赛亚会通安尼带领着因来推翻着罗马帝国，所以因对伫弥赛亚的迄个观念是政治性的，所以对犹太人来讲，甚至对伫遮的宗教人士来讲，认真讲，因来到伫加西约翰的面前，因是带着使命来到伫加西约翰头前。因伫迄个所在，因要真清楚来问加西约翰讲，因是毋是加西约翰是毋是因所认为的迄位基督？但是加西约翰伊真清楚伊家己的迄个身份，所以伊搁较清楚知影。安尼，遮个宗教人士心内到底伊的所想的是甚物？伊搁较安尼袂因为伊家己伫咧即个民间的即个声望，就伫遐高举伊家己。当伊安尼，咱若去看见着即个约翰福音第3章26节内面遐，伊的学生对加西约翰讲，伊安怎讲？伊讲列比啊，迄进前呢，伫咧迄个进前吼。甲你伫咧约旦河外，你所干净的迄位，你看伊伫行洗礼，众人拢就近伊。加西约翰安尼甲伊的迄个门徒应讲安怎讲？若毋是对天互伊，就人无会做甚物。恁家己为安尼，恁家己为着我做干净。我捌讲，我毋是基督，就是奉册伫伊的头前那定。所以我即个欢喜充满了，后壁一个一句真要紧的话，也是一个我个人的信仰顶面一个真要紧的话，就是伊伫遐讲，伊的确兴旺，我的确衰微。这就是一个咱诚做一个基督徒一个真要紧的一个信仰所需要去来安尼展现出来。加西约翰真清楚知影伊家己是奉上帝所赐，是为主被办道路的，是耶稣基督的迄个先锋者。但是咱若注意看咱即个世代，咱会通看见着侪的异端，以及安尼假基督伫咱即个世代伫遐迷惑人的心。因无为主被办道路，嘛无诚做伫咧主头前的迄个开路先锋。有人讲伊是迄个上路尾的迄个先知，用着那亲像是，搁那亲像毋是的迄款安尼讲，咱讲叫做似是而非的迄个言论。一手摕着圣经，一手摕着摩门经，伫迄个所在，伫遐挨家挨户，伫遐咧传着即个假报的即个福音，来伫遐迷惑众人。嘛有安尼，有人伫遐讲。耶稣基督，伊已经安尼来临啊！若安怎？伊讲，毋过即摆即个基督伊的出现是用着啥？用着女性的方式，也就是女基督的方式来出现。伫咧圣经内面，安尼迄个所讲的迄个主耶稣基督搁再来临的方式，完全无共款。所以伫咧迄所在。因伫遐安尼完全否认耶稣基督伫咧即个世间内面所讲的一切。咱即马看到这就是叫做全能神教会伫咧因为全能神教会是伫咧对中国出来所以伫咧中国拄仔开始的名叫做东方闪电，后来叫做全能神教会甚至。有叫做实际神教会等等，伊一直不断伫遐咧改名，所以甚至咱即马伫咧真济的即个网络面顶，甚至有包括是属伫咧，你看起来那亲像是圣经网站，事实上却是
假报的，内底有真侪诶安尼似是而非的言论，要期待甲你引出去骗的即个路的顶面。因伫迄个所在，伫甚至嘛有迄种否定耶稣基督，甚至否定圣神的即个耶和华见证人，伫迄个中间因ứng着迄个来证人伫遐来，敢若讲只有敢若耶和华上帝，其他的拢无。因上大出版社的名叫做金灯台，也有安尼家己封做迄个伊家己本身是教主的，即个统一教等等，遮的人。无一个为着世间人办杀因家己的性命，搁较无有一个伊伫咧死后伊有搁活。但是有缘有一寡人选择因家己所安尼意爱的方式来信遮的假基督，因为因掠家己最大，因甚至高举家己无意愿来将即个荣光来归乎咱的主上帝。所以伫咧约翰一书第2章内面安尼讲过，咱会同齐来念，来，我们一起来念。孩子们呐，如今是末世的时光，你们曾经听过那敌基督者要来，现在有好些敌基督者已经出来了，而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世的时光了。伫咧这个所在真清楚，伫遐约翰一书内面讲起着迄个对着基督的，他已经来，佮毋是干那得要来，是已经来。伊伫咧第2章22节内面，有完嘛有另外讲，来，我们一起来念：谁是说谎的呢？不就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那不认父与子的，这个人就是敌基督的。咱会通看见着，当咱伫遐，因伫遐否认咱所信的，不管伊是否认基督、否认圣神。伊遮拢总是咧对着咱的基督。伫咧约翰福音内面第10章第27节内面讲安怎？伊讲我的羊，来我们，咱同齐来听，咱同齐来念。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认识他们，他们也跟从我。伊伫遐讲，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捌因，因也对我。咱若应该爱高举咱的主的名，诚做主耶稣伊迄个开路先锋，嘛爱认出咱主的声音，搁较无应该取代主耶稣的声音，乃是引出人来认捌咱的主的声音，搁来分别啥物的是安尼对着基督的。所以咱伫咧咱会通看见着安尼。这个行事的约翰，虽然伊伫咧民间有遐尼啊大的这个声望，但是伊无高举伊家己，伊用着迄个完全无妥协的迄个态度，伊就用着伊真强烈的迄个信息，以及真严厉的一个语气，伊伫遐来安尼亲像迄个伫咧旧约的遐个先知共款，伊伫遐毋若吩咐着这犹太人。就安怎照着洗礼来表示因对上帝的悔改，佮安怎要求因着爱用着实际行动，来证明因的悔改是真实的。伊伫遐讲着讲恁着安怎，迄个结出迄个迄号伫反悔的果子，安怎讲恁着结迄号合伫反悔的果子。伊伫遐来着迄当时诶犹太人，因伫遐来迄个安全感来提出对伫犹太人诶迄个警告，以及对因诶一个挑战。安怎？因讲无得安尼家己拍算讲有亚伯拉罕做阮诶爸，但埔头已经下伫树头，伊若树无结好果子诶，就错伊迄落火。伫即所真清楚。假使约翰伫遐安尼真清楚伫遐来安尼指责着遮个当初时的犹太人，甚至是对伫遮个特别是遮个宗教人士，伊甚至无顾虑着遐个安尼已经来到伫伊头前要来接受洗礼，迄当阵的遮个宗教人士、遮个法利赛人、遮个撒都该人，伊伫遐直接称因做啥物货？讲。
毒蛇的种类。伊伫迄个所在，伊伫遐安尼，咱若讲一般，咱伫咧即个时阵，若有人伫咧咱的教会吼，伊讲伊要来安尼领洗咧，吼，归入伫教会，咱欢喜就袂过来，佫有共骂人讲你是毒蛇的迄个种类无？行洗咧约翰伫迄个所在，严严来对因伫遐安尼来对因安尼讲毒蛇的种类，毒蛇的类啊。因为伊意识到遮个宗教人士，因掠伊做迄个基督，掠行洗约翰诚做基督的迄个严重性。什么款的严重性？因为因并无真实的悔改，也认袂清上帝所差来迄个弥赛亚啊，伫咧即个世间，伊到底应该爱做什么款的代志？所以因伫咧所在伫遐安尼，敢若伫。行洗约翰来问行洗约翰讲：你是毋是基督？佮因对伫迄个基督的人物是政治性的，所以行洗约翰伫迄个所在真清楚来表明伊家己的身份，甲着伊的职分，是迄个先知以赛亚伫咧几百年前伫遐来参与，伫遐来预言的，讲迄个伫咧旷野的迄个安尼，讲伫旷野的声。伊认为家己只不过是只不过是干那一个开路的先锋，是为上帝备办道路的，并毋是迄位弥赛亚。所以伊的使命是啥？是要教人伫迄个中间，逐人爱修直主的路，最好准备迎接即个弥赛亚，也就是基督的来临。当遮的宗教人士伫遐来质问着行洗约翰讲。安尼，你为什么为人行洗咧？伊怎样讲我用水甲恁行洗咧，但是咧，有伫恁中间的，恁毋捌伊，伊就是安尼对尾我来，就偷伊的下大，我也袂看得。表明伊只不过是干那用水来行洗咧，那定目的是要爱遮个受洗咧者，因伫咧迄个中间会通安怎？伫咧迄中间安尼，爱用着迄个悔改心志来伫遐迎接上帝迄个公义的日子的临到。嘛伫遐咧表明着伊家己迄个真次要的迄个地位，因为伊所做拢是伫备办是讲安尼迄个开路的性质。行洗约翰伫迄个所在，伊指出伫恁中间迄一位。来甲伊做一个迄个，甲着伊家己本身来做一个真强烈的一个对比。伊伫迄个所在做一个真强烈的比较，讲迄一位比伊用水所行的即个洗礼，搁较有功效，搁较有能力。行洗约翰安尼伫遐做见证，讲迄个特别来临的基督安怎是要用着圣神来甲因行洗礼。迄是伊所未看的，所以弟兄兄弟，今仔日咱安尼，今仔日咱伫遮安尼伫咧大感节的即个第3主日，行洗约翰诚做咱一个真要紧的一个学习的对象。伊伫咧迄所在，咱也着应该学习伊安怎？伊伫咧迄个所在安尼为着光来做见证。互人对咱所信的耶稣基督安怎，佮信伊是迄个上帝的独生的圣子，互人对咱来信，一个真要紧的。行洗约翰伫咧迄个当时，伊互人安尼照着伊来信耶稣基督。今仔日踮伫咱即个世代，咱犹原共款爱互人对咱来信主耶稣基督。佮信伊是上帝的独生圣子。当咱伫咧等待主耶稣基督迄个搁再来临的时阵，咱着爱诚做伫咧主耶稣基督头前的迄个开路先锋，带领着众人来伫咧中间来安尼悔改，来信福音，伫遐来接受耶稣基督所要赏赐互咱的迄个圣神的洗。所以
我真爱看即张图吼，其实即个蔡颂辉牧师伊画足侪图，我嘛甲伊足侪图拢总甲牵起来。伫咧即个所在，咱会通看见真侪教会真意爱，有足侪人来决志。但是，迄个如果若是互足侪人来决志来到伫牧师的头前，这安尼是毋对的，乃是爱带领着咱的这兄弟会通成做耶稣基督门徒跟对着咱的耶稣基督。所以当咱就爱谦卑咱家己，看无咱家己，较过头伫看主耶稣基督的心意。咱掠家己的意见较过头伫别人意见的时阵，咱有可能就会递到安尼，互别人迄落互主耶稣的心意来安尼受到安尼忽略。咱凡事就应该明白，只不过是甲主耶稣基督迄个开路的先锋，就较亲像伫咧即张图内面所共款的，咱带着人来亲近咱的主。指引着咱的咱的主耶稣基督，因带因来到伫主耶稣的面前，咱就要伫咧主伊过来的时阵怎样？伊伫迄个所在，伊伫遐称咱讲好，佫真重的路幕，通入你主人的快乐。所以求主帮助咱，当咱伫咧面对着咱今仔日伫咧即个大降节的即个第3主日的时阵，咱就应该佫较爱佫较需要知影。咱所应该爱做的，所以这也是今仔日咱牧师也要来安尼鼓励咱所有众人。咱今仔日咱的教会，咱参与伫咧咱规个宜兰县的即个基督徒的即个联导会，咱伫遐做真侪的即个预备，咱参与伫迄个中间，咱安尼不管是圣诞的暗会，是迄个圣诞的游行。咱一个真要紧的目的，就是伫咧迄个所在，咱要来高举咱的主耶稣基督，搁伫遐要伫遐互主的名得到荣光，也互侪人遐毋明白无明白主的人，咱会用照着安尼一个真安尼，咱讲一个真开放的机会会通伫遐来接触着遮的灵魂，互因伫迄个所在，互有机会来听见着主的福音。搁咱真清楚知影，咱毋是将遮个人来吸引来到伫咱的面前，咱是要带领着因来指引着咱所信的即个主，互因伫迄个所在，甲咱有份诚做主的学生，甲咱有份诚做上帝国内面的一份子。所以牧师爱鼓励咱所有众兄弟，咱就爱欢喜来参与伫咧即个事工的顶面，互即个事工会通来。安尼，互侪人来认捌主了，咱也伫迄中间来结侪圣神的果子，来互遮个咱所接触到的遮个咱的福音朋友来安尼，甲咱有份诚做上帝国内面的一份子。所以咱期待咱众兄弟，咱毋好看轻咱家己，咱只要咱欢喜行出来。咱教会也有为咱准备侪即个满福宝吼。咱有当时咱会感觉讲我毋知要哪甲人传福音。今仔日咱已经备办好，安尼不管是透过着圣诞的即个暗会，是即个圣诞的即个游行，咱透过着迄个中间即个圣诞暗会了的后尾面有一个即个呼召。咱伫咧迄个中间，当人伫遐欢喜接受主的时阵，咱会通来就近，来伫遐来甲伊分享，甲伊伫遐安尼来分享着主耶稣基督一个真要紧的即个福音。所以咱会通透过安尼即个大会已经为咱备办遍，咱只不过是甲参与伫迄中间，佮咱毋免加讲啥物话，咱只要甲伊问讲你。现此时你需要甚物货？咱伫咧迄中间，咱就将上帝的祝福来安尼为伊来做祈祷。佮你毋免想讲你家己要为着伊安怎祈祷，因为迄个万福包内底已经有备办好，
要为伊祝福的逐种的祈祷文，咱就安尼来伫遐来亲近伊、就近伊，来为伊做祝福的祈祷了，将主耶稣来介绍互伊。咱会通透过安尼来将人带到伫主的面前，互因甲咱有份。这是偌尼啊真要紧的一个积分。所以鼓励咱所有众兄弟，咱会通伫咧19的即个圣诞晚会，咱同齐来到伫即个市民之声，迄个广场即个所在，咱会通来同齐来参与，互侪人透过咱伫遐来安尼甲因分享即个上帝的即个福音，咱会通伫遐甲因接触，有机会来透过安尼来将主的福音就安尼来，互咱宜兰这个地区，特别是咱宜兰市，侪咱的这个乡亲，互因有甲咱有份，也会通来接受着主的福音。咱嘛伫咧25号，咱伫咧中间有圣诞的游行。咱伫遐虽然讲咱啊像是干那安尼经过那定，但是咱要透过着即个游行的即个队伍，伫遐咧迄落，互侪毋捌基督的人会来认捌着基督徒到底是怎样。透过着咱的游行，互因有机会咱会通安尼，伊伫咧当伊对即个信仰有安尼迄种兴趣的时阵，咱会通来甲伊分享。所以求主帮助咱今仔日过去咱几啊年来，拢是干那市公所宜兰市公所，甲安尼来伫遐举行即个圣诞点灯。今年佫毋若是干那市公所，是规个县政府联合市公所罗东镇公所，甲着员山乡公所，安尼同齐结合。安尼咱会通透过着安尼，甲着公部门的即个接触，互咱有机会甲着咱的遮个县民来伫遐安尼互动。上帝为咱备办安尼，咱搁较应该有份伫迄个中间。透过咱所做，甚至到伫26号、26号，是伫咧县政府的即个所在，伫遐安尼来有一个即个。县政府的即个圣诞的晚会，咱伫遐就是敢若参与伫迄中间，咱毋是伫遐来看圣诞的表演，咱是咱要带着使命，咱像迄个上帝所册的，亲像约翰共款，伫迄个所在，咱受册去到伫迄个所在，甲着咱所接触到的人，甲伊分享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求主帮助咱会通透过咱今仔日所领受的即个经文，约翰伊所行的，诚做咱安尼真迄个信仰真要紧的典范。佮咱毋是干那领受，咱乃是要行出去，互侪人因为咱来得到上帝的福气甲祝福。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满心感谢你。主你互阮有份来诚做主你学生，主你搁较互阮透过着阮今仔日所领受的经文，主阮搁一摆要来学习着行说的约翰，伊无看家己最要紧、最重要，伊独要来高举主你的名，来将人带到伫主你的面前，爱因伫迄个中间来伫遐悔改，伫遐来认出。主耶稣基督，佮来军队助力。主啊，求主亲自圣神做工伫阮的中间。主你家己亲自来光照阮，帮助阮，互阮伫咧逐个时刻，阮会晓得伫每一个时刻拢安尼归荣光伫主你，高举主你，伫阮的日常生活中，伫阮的工作中。会通来见证，阮是主你学生，阮是迄个有阳光积分的主你上帝的儿女。主阮搁一摆安尼，主你恳求，愿你圣神亲自做工，互阮欢喜
毋若是干那领受你的话语，乃是欢喜来行出来，来见证，来成做迄个见证者，来见证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感谢主，保罗主，安尼祈祷拢上过做基督圣名，阿免。这时咱来吟回应的诗，圣诗99首，圣诗99首，约旦河边，约翰光明，请起立，咱来吟全首。请坐，这是咱来施予奉献。耶和华你是天地主宰，各荣光、威严、能力、甲德性，伊若伫天顶地下，拢是你所创造。耶和华，国是你的，万物拢对你来，你互人智慧、快乐、甲性命，想事拢出伫你的手。看的主，但愿感谢你，得到你极大的荣光。我是甚物，竟然会安尼奉献？因阮伫你的面前是出外人，是假脚的。阮伫世间的日子亲像影，无通望长长伫地。耶和华阮的上帝，
万物拢对你来，愿欢喜将你所赐的献互你。阿门。请坐。是咱来奉献。后第一遍来，咱中间咧毋知影奉献的意义的，则毋通奉献。咱开始咱的奉献，请准备心，请李恩兴甲王俊辉执事。请坐。要报告的大声来介绍吼，咱的新朋友，尤思琪，嗨，那是嘉明的高中同学哈，要不要请嘉明稍微介绍一下？要不要请嘉明介绍一下？咱泡泡啊，欢迎伊哈。好，再来就是张秀珠的两个儿子哈，咱请那个美娥来介绍一下。美娥来介绍秀珠的儿子就是坑中的，秀珠是坑中的妹妹啦，嘿嘿嘿，对。好，非常欢迎，我们一样鼓掌来欢迎他们。都有头一遍来，哈，咱来看咱的酒杯报告事项。本周日是11奉献哈，请用感恩的心来奉献。
第二点，本主日礼拜后召开奖学金委员会审查服饰奖学金哈。第三，各团契开始预备下一季1到3月的聚会内容安排请于今日交给办公室，以利下一季的行事历的制作。有愿意献花，请在招待桌那边来登记。第4点在星期5 18日圣诞红片糕将寄达到本会你有登记的兄弟姊妹请你迄天的下晡3点到5点半来教会来领。第5点19日下午3点到5点，主日学有彩虹营主题是行动绘本故事录的计划里面的，在圣诞黑饼人巧克力手工饼干 DIY 玩圣诞分享下午茶趴。第6点下主日为圣诞赞美感恩礼拜会中举行圣典礼，并颁发服饰奖学金。洗礼名单有成人洗礼有吴国华、陈佩璇，坚信礼信仰告白的吴延卫、李正传、张倩瑜小儿洗礼有钟美如、简维成我们期待也恭喜他们来，第7点，下主日礼拜后召开主日学教员会，请同工预备先来参加。第8点，27日是本年度的关账日请各团契将年度结余款于当日缴回教会，交给庄方美执事。各团契2020年度的收支凭证、现金账及分类账，请于2021年1月10日交回教会。第9点，教会干事已将各单位2021年的会员和会手册的档案寄给各团契的组长或会长请于27日施工报告后尽数寄回给干事，以利会员和会手册的印制。会员和会将于明年的2月21日来召开。第10点，我们2020年有圣诞一系列的活动刚才牧师也特别在报告再来就是第11点南洋教会60周年的刊物也在征稿请来各位忙肢体消息宜兰县联导会为宜兰2020爱在圣诞爱在宜兰圣诞系列的活动需要，本主日礼拜后在礼拜堂门口有义卖兴起花光休闲鞋每双奉献为2500元，欢迎兄姐订购，并与圣诞登车游行典礼当中穿着为耶稣行走，并为基督亮光联导会同工拢会准备好因拢真用心你教会门口遐请咱主会员甲去遐来扭你的鞋来为着这圣诞的来奉献好，代祷事项请参阅好，过来有4点，请配合请用行动来关怀及配合顶周主会出席甲奉献的报告甲事项表也有安排单工，请准备心。牧师阁有。你好，这边咱安尼搁一届鼓舞咱大家人来尽量来参加这个圣诞的这个一系列活动咱特别是咱伫咧教会迄个25号的这个伫咧咱的宜兰市市区的游行咱有受分派讲迄个爱有这个诗班牧羊人甲这个小羊的这个造型所以咱就同齐来参与咱其实咱的这个牧羊人的这个服装敢若几束尔，所以村的人伫咧后壁面是戴着圣诞老公公的帽子所以欢迎咱同齐来高举主的名咱嘛每一人拢手摕着一个牌子祝大家圣诞快乐安尼所以迄是一个安尼伫咧咱市区伫咧咱的市区内面的即届即个游行，总共是3.4公里，3.4公里对咱的即个新月广场头前遮出发驶去到伫即个较靠近宜兰教会迄边遐，佫驶倒转来安尼拄好驶一个3.4公里安尼
咱期待会通伫咧迄中间接触到人群，会通伫遐来高举主的名所以咱嘛期待咱伫咧迄个不管是19号的即个圣诞晚会，以及26号的伫咧县政府的即个圣诞晚会，咱拢会通来带领着你有想要对伊来传福音的即个福音的朋友，会用就近安尼，就邀请伊来去参加，就顺续来将即个福音甲上帝祝福来安尼甲伊分享所以咱即届即个圣诞的即个一系列的活动我伫咧开会时阵知影讲差不多有约了差不多70万的即个欠缺所以也安尼，所以因的迄个全福会的即个会长伊本身就是咧迄落咧做即个小显血即间公司的头家，所以伊就奉献侪即个迄落鞋差不多毋知几偌济箱伫遐伊用义卖的方式，要来募集即个圣诞节的即个欠缺的费用你也知影敢若一台圣诞灯车一台灯车好像就超过10万。咱总共毋知偌济台所以咱就知影讲迄个费用真悬所以咱同齐来透过着安尼即个义卖即个鞋咱嘛来斗支持，互即届即个圣诞的即个灯车活动，甲着即个晚会，拢会通安尼，互侪人借着咱所举行的即个活动来安尼听着福音所以咱同齐同心来安尼为着即届即个时间安尼同齐来参与，所以伫咧咱的即个门口遐有迄个义卖咱嘛欢迎买了迄天游行的时阵，咱就用穿着即个鞋你就沿路行就沿路安尼为耶稣基督闪亮所以咱会通安尼共同同齐来期待。好，以上报告。搁一个补充报告就是咱厝的线顶一届咱有翕迄个圣诞影片嘛咱送去的时阵因为我的错误害大家搁翕一遍因为咱的口号毋对啦咱口号毋对，口号要改3个字，爱在圣诞点亮宜兰南洋教会祝福你所以较麻烦大家。搁需要练习者，搁需要练习者。较刷甲练习搁来翕好，咱来做伙来吟上言512首。上言512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吟诗刷请林耀新牧师来祝祷。是阮的主，阮满心感谢你，阮领受对主你来，即个甲行说咧番共款的迄个积分，主，阮要行出去，来伫迄个中间来伫遐宣扬主你的名，阮也要透过伫迄个中间来为主你来做见证，互侪人借着阮来信主你是上帝的独生囝，也互因甲阮有份成做上帝国内面的一份子。但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真正胜，
各愿恁的心、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了恁的是信息，伊也要正伊。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个伫地，对即时直到世间的落尾。阿免。请坐。